拍比例，稍等下我设定一下吼。是一个title，标题文献正图，教会公布，教会公布，第3期。过来是，new title。我拍几波，结果无拍哩。教会公布第3期。白话字，文献正图，文献正图。这应该是要先设定好啦，我都不要用。过来是，过来是。我嘛帮你打迄直播的连结。哦，好。public room。可能有一个人会甲我共款，拍开电脑。好。看你安怎看他做的时阵，讲的。过来是，我来打这个连结，网链我第7页。网链是第7页。找一个 ，copy 一个啊，这个 address。copy URL。copy URL。打起第7页。第7页 ，add link。好，安尼 link 打起吼。另外我甲你设做 moderator，make a moderator 好，安尼你会当帮我招待楼骹的人客吼。好，好，安尼这边设定应该是好啊吼。为这是 off 啊，我这煞无法度录是安怎？是我一开始就设毋对款，无法度 replay， 无法度录起来。哇，这是还袂当改啊。嘿啊。对，一开始若是无设定好，还是要你若是要嘛袂使。袂要紧啦，毋免啦吼，反正我有直播啦哈，反正我有即个 YouTube 的直播吼 ，YouTube 的直播你若方便，你再去查看觅看找会着袂吼。好，好，安尼我即个直播的即个主场，等下吼，这是片头，主场是啥？主场是Google Chrome。Google Chrome。过来这边，为什么无看到 Google Chrome？Google Chrome。嘛是阁无物件吼，这是发生啥物代志？啥物无 Google Chrome 呢？这是主场。我阁加一个，我即马迄个 YouTube 迄个直播吼，我煞无法度显示我的画面啦吼。我即马加一个主场，蓝去，无法度。代理server。注销。其他。哇，
真歹势啥，煞袂晓设定嘛，毋知要安怎改。那个日文或贝塔知道吗？他传到底部，他。我是用迄个 OBS Studio 吼，啊，即马试通要掠试通，结果无法度，这是发生啥物代志？迄就无法度，拄则毋知黑白试去倒位去试毋对去，显示取消，浏览器建立新来源 ，Google Chrome，GOOGLE/ROME Google Chrome， 确定。Google Chrome 网址边个网址？为什么要设定网址？毋是呢，毋是要 Google Chrome。代数，这个太刁啊，真歹势。我平常时即时应该是设定好啊吼，直接就会当看到迄个 Google。啊，为什么今仔日无法度看到？新增是通显示记好啦，显示记。安尼莫浪费时间啦，我直接来读啊吼，无录无画面嘛无法度啊吼。我甲即个，我等下我看觅，佮甲转场就好，无度，主场，真正无法度，好 ，OK， 歹势啦，好来，咱来。安尼，再麻烦各位吼，你甲我即个伫咧即个这个啥 Clubhouse 顶头迄个网页吼，恁家己拍开起来看吼。即页呢，咱顶回甲顶头迄段读煞吼，啊下面这半篇呢是广告啦吼。好，我来读个广告互大家听者吼。册房所有的白话册，甲价钱摆咧下底吼。总共伊摆咧23本吼，咱真紧甲看过吼。第一本《新约全书》，乌皮200钱吼。这1885年是迄当大清国，即当阵即个钱吼是啥物价值，我其实无啥物概念啦吼。啊，毋过看起来是差不多一本圣经，差不多是100-200块安尼价值吼，100-200钱的价值吼。我毋知即卖偌济，即卖可能400-500吼。OK， 第二本《新约全书》吼，纸皮150钱吼。第三本《圣册记录》，第3、4、5这3本吼，拢是叫做《圣册记录》吼。第一本、第二本、第三本，第一本是150钱，其他100钱吼。圣册记录主要是即马伫咧教会内底讲圣册，都是讲的就是讲圣经啦吼 ，Bible 吼。啊，圣册记录可能是，比如讲读圣经的一寡笔记迄类吼。第六本是诗篇布皮的40钱吼。第七本新约问答40钱。伫即个传统教会内底吼，因有时啊用问答的方式来引带信徒教友，引带信徒来明白真理啦吼。
一问一答的，一个一问一应的方式吼，叫做问答吼。啊，新用问答当然是内容是以新用为主啦吼，所以内容就是应该是拢是新用内容的即个问答吼。比如讲啊，即个天地是啥物人创造的啦吼啊，三位性别、性囝、性是三个性三位一体，三位是啥物多三位吼，像安尼问答吼。好，第8本亲福问答吼，问答相款是一问一应安尼啦吼。啊，亲福是真正福气啦吼，即我拄则有查过吼，亲福是即个意思。第9本历史家的代志吼，即个历史家我拄则去查无即个名吼，我毋知即啥物人吼，敢若嘛毋是圣经内底的名，我毋知即历史家是啥物人吼。历史家的代志40钱吼，啊你看伊其他即种较应该是较细本的书啦吼，一本就差不多30-40钱安尼价钱尔，可能是薄薄仔一本哦，30-40钱。第10本孝理地早感激伊的老爸吼，孝理就是歹势孝理吼，孝理地早感激伊的老爸，孝理是就是孝女啦吼，即摆人讲孝女。啊，孝女毋是有孝的查某囝吼，你若逐个应该拢听过孝女白琴吼，孝女是这是一个 specific term 吼，指讲挂下的查某囝吼，带下的查某囝。咱来查一下即个大理大词典吼，孝理第2声吼。歹势，我拄则查过，伊是即个孝，伊是收即个孝女啦吼。因为孝理是漳州腔，大理大词典主要是收泉州腔，所以爱用泉州腔来查较一般是较查会着吼。孝女吼，你若方便现即个网络顶迄个词典吼，大理典是孝女就是即个大理大词典的即网络版伊咧汉字解说吼，有时我只看了毋知要安怎读吼，到底是咧写台语呢，还是咧写华语哦？看无吼。伊写服丧中的查某人吼，叫做孝女。台语无人讲服丧的啦吼，我毋知迄服丧要安怎读吼。等下我甲各位解说讲啊，服丧中要伫台语安怎讲，我拄则有讲过吼。咱来看伊原册扫描。孝伫遮吼，孝理就是欧亚诺摩尼欧鲁那翁啦，相关就是服丧中的查某人吼。但是伊应该是直接甲日文即个服丧中就摕来用吼。台语叫做挂下、挂孝啦吼，你若意思就挂下，或者是带下、带孝吼。华语叫带孝吼。实在是真可惜，我今仔日这无法度share画面互恁看吼。用下哩，头前用 wildcard 吼，这就是一个星号吼，安尼就会当找到即个下哩吼。内底足侪大理大词典有收足侪例吼。走下就是丧事结束了后，随去庙寺拜拜叫走下吼。初下就是100年来49年来吼。穿满衫的带下，是咧解说啥我都看无。好，我烂过啦，即做啥物亲下啥物初下下榻就是丧上加上，就是一时啊厝里死2个人啦吼。下榻下吼，右下吼，徛下、亲下亲下当然有动下吼。啊，拄则我讲服丧中就是挂下，或者是带下吼，还是
其他个有啥物有效吼，丧事中有效吼，所以你若看汉字写有效吼，毋是有效吼，是有效吼，是厝内有死人吼，有效吼，有效吼。OK， 所以这是台语的讲法吼，毋是服丧钟吼，是挂号吼。啊，所以拄则即个咱转来即个本文吼，讲第10本孝礼地早感激伊的老爸，就是讲即个挂号当中的即个查某囡仔。感恩啊！查某囡仔，伊的名叫做地早吼，伊感激伊的老爸啦吼。即本小说我拄则伫个即个应该伫个白话字的文献或者是台语文资料库拢会查得到即本书吼。用孝礼应该拢查会到啦吼。我拄则有小可甲看一下，即本是一本小说吼，小可看下故事阁诚长吼，我就无去介绍吼，就是即个地早是犹太人啦吼，即故事是发生伫外国的代志啦吼，一个犹太查某囡仔吼，啊去教会去听牧师讲经吼，咱应该知影吼，应该足侪人毋知啦吼，就是以色列人其实是无信基督教吼，毋通误会吼，犹太人是因是信犹太教。啊，基督教等于是犹太教的宗教革命出来吼，叛离即个犹太教出来的基督教吼。啊，所以一般犹太人是袂去信基督教的吼。啊，即只讲迄个查某囡仔叫地早走去基督教教堂听讲道吼。哦，故事我就歹讲，意思就是安尼吼。即本书就是内容就大约是安尼。孝礼地早感激伊老爸，11本。旧约帖本总共20本，每本20钱吼。旧约是厚一本圣经吼，是即马基督教的圣经有旧约新约2本嘛吼。啊，你若讲犹太教，因就是敢若旧约啦吼。啊，旧约伫基督教的即种新教派旧约是66本，内底有66本子吼，对创世纪吼。出埃及记吼，利未民数安尼一直到上尾一本启示录安尼，毋是启示录，启示录是新约吼，旧约对上尾一本我嘛袂记得是倒一本啊吼，总共39本吼，旧约39本，新约27本。啊，伊甲39本帖本吼，帖本的意思就是讲我甲一本一本拆开嘛吼，啊。总共伊拆做20本啊，伊毋是拆做39本，拆做，因为有旧约，尤其是后壁迄几本话薄薄啊尔，几页啊尔，所以无可能搁另外做一本吼，应该是含其他角我啦吼，总共伊甲出版20本，一本20钱吼。啊，你若算我的规本旧约400钱吼，比顶头搁较贵吼。12本。歹势第12本是永心信息吼，即你伫个白话字的资料库内底一定看得到即本书吼，叫做永心信息，应该是一寡诗歌啦吼，永心信息，用就是应用的用，心就是心情的心，永心信息，心是精神迄个心吼，神鬼神的神吼。第13到18本吼。就是拢是新闻杂录吼，第2、3、4、5、6、7本，基本上有6本吼，总共6本新闻杂录。这若有机会摕出来看吼，新闻杂录等于是甲迄当阵发生的代志拢记录伫内底吼。好，新闻杂录，稍等下我查一下看找到即本新闻杂录伫即个台语文记记录内底，检索新闻杂录，新闻，看觅，无安尼要查要看讲找袂到吼。第19本叫做必选吼，必选是啥物？
笔旋笔旋对应就是心算嘛，用心去算的叫做心算嘛吼，用笔去算的笔算吼，所以这第19本是数学资啦吼，就是教你算数的吼，120钱。第20，这是白话字版的吼，所以若有兴趣要教台语数学吼，用台语教算数，会当来选这本书吼。第20本字类旋律吼，字就是文字嘛吼，类就是词类嘛吼，词类就是词汇啦吼，伊伫汇叫做读做类吼，字类旋律吼，就是拣几本仔起来出版安尼吼，字类我毋知，我无去查，我毋知即本是毋是咧教白话字还是教圣经吼，我毋知。第21本天文册吼，若有兴趣哦，各位毋知知影无吼，逐工出一幅天文图吼，有一个可能恁可能拢知影有一个敢若是学校教授安怎吼，伊读天文的吼，教天文的吼，伊拢用迄个台语文出版或者是写一篇，逐工写一篇天文图吼，相片啦吼。啊，挂鬼水啊，伊嘛敢若有演讲啥吼，恁若有兴趣去网络顶找拢找着。啊，我即摆讲的是讲遮一本书叫做天文册吼，你若有兴趣用台语去理解天文，或者讲以后你要用台语来讲天文吼，即本册摕出来看，现看看，诚紧就得一寡。蔡安妮老师。哈？蔡安妮。哦，是哦，伊个名吼，我毋知伊个名，嘿。嘿。逐工一百度。嘿，对。是，感谢。感谢芭比哦，甲我斗相共哦。22本是叫做字母吼，字母应该是就是10钱尔吼，应该就是教白话字的字母。第23本叫做开囡仔心花，花话芳，6钱。开囡仔心花。伊即个海豚吼，连字符甲开囡仔3个字拢夹活来，我感觉应该是可能无介熟读啦吼。开心花当然理解啦吼，开囡仔心花应该是叫，这应该是囡仔册啦吼，互囡仔看的字。伊叫做花话芳，花话芳吼，花话芳就是 flower good smell 嘛，安怎讲，就是花就真芳啦吼，花话芳。好，安尼甲即个广告看过吼，咱过来看后一页，我甲网面改一下吼。好，网面 update 是。有朋友倒水讲，迄设定直播的设定上尾，你左下有迄留言嘛？嘿。上尾迄那个连结你。哦。你嘛再看一下。好，我看一下。嘿，啊，看你是要即阵，因为迄上尾迄个看起来较简单，你看。安尼好，我即马先看吼。直播设定 OBS 输出，这毋是即马问题是讲我迄个设定迄个应该是遮无吼，就是我设定，若敢若讲我设定一个场景，伊叫做场景啦吼，啊场景内底譬如即个内底会当掠一寡你要甲囥去咧即个
即个有无顶头吼，用无顶头的一寡来源吼，啊，比如讲声音的来源是要对对啊，即个画面的来源是要对对。我即马画面的来源敢若剩一个，我毋知这是啥物件，台语 MServer 伊无定着你的来源。伊来源内底无迄个 option，互我 show 我的迄个 Google Chrome 安尼吼，啊我明明就较早拢有啊，今仔日为虾米无去我嘛毋知。啊，问题是我即下要讲去掠，就是我即下要去掠，我嘛毋知要对倒去掠，要安怎 ？Right click。珊珊，你那个拍谁哈？因为你是用他们那边。珊珊，你用那个直播的时候啊，然后有没有那个找不到来源？他们有个选项可以那个，你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那如果这样的话怎么办？没有遇过。好，一个模度对不对？好 OK。四中截取。哦，来，我找着，哦，就叫我摸着来。安尼即马恁可能有看到啦吼，我毋知你若看直播即马应该看会到啊吼。歹势吼，加在即马有找出来吼，安尼咱即马来，我即马有看会到吼，但是可能敢若较输迄个，我要安怎甲即个放较大吼。好，安尼有吼。哦，我已经放较大吼，即马你看，伫个 YouTube 看会到吼，第16页吼。好，安尼我继续啦吼。安尼已经经过26分啊吼，咱半点钟已经过去啊。头前半点钟等于是甲大家触发，吼，大家无看袂到画面，真歹势。好，咱继续吼，第16页吼，就是咱今仔日要读的即个教育公报第3期的最后一章，最后一页吼。咱今仔以后我都甲读煞吼。好，第16页伊的小标题态度叫做教会的消息吼，所以即只拢是教会迄当阵教会发生的代志，咱来看者吼。毋知写教外代志，我最爱看讲迄当阵台湾社会可能发生啥物代志，加减讲一下安吼，但是可能较难吼，应该是以教会的事务为主吼。我本来有想讲，我一开始就要先公开讲一项代志，我煞袂记讲，我今仔踮遮讲。虽然咱读的是教会公报，但是呢，我本身或者是讲咱即段时间内底，对所有宗教拢是共款尊重吼，所有的咱无任何宗教的立场吼，所以而且你嘛毋免客气，或者是讲你嘛免有啥物禁忌讲啊，我歹势甲你讲起基督教以外的想法啦是讲法啦是看法吼，拢会使吼，你若有其他的看法吼。含基督教信仰冲突的人嘛，袂要紧，你拢会使提出来讲吼。我意思讲，咱所有讨论莫有禁忌啦吼。我一直感觉讲，你若对即寡真理的讨论有禁忌吼，其实是对上帝上大亵渎吼。毋是，咱对所有对所有思想的开放，我感觉是对上帝上大的尊重吼。好，咱继续读咧吼，教会的消息吼，咱继续读咧。即个8月初6，即个8月初6有搁开大学吼，因要搁开大学吼，185年吼，基督教已经，这是南部教会啦吼，已经有开大学，应该是迄当阵大学是倒一间学校，我无解清楚咧。中学是知影吼，中英中学啦，大学我就毋知吼。有关是遐个11个学生伫读册吼，学生人数11个，老母亲兄做先生吼，老母亲，我毋知伊汉语名是啥物吼，伊毋是老母亲吼，做先生到8月13吼，8月13有开中学。五甲兄做先生吼，伊个名姓吴，
名应该是甲吼，五甲兄做先生。学生还未招来，现时有13人在读吼，所以中学中学有13个。第二章的教会部有讲吼，人要来中学一月日，差不多要贴一个银钱的花式吼，所以就是食饭钱啊，一个日啊贴一个银钱吼。一个银钱安尼讲起来算足少的啊！你看拄则迄一本囡仔书，就6钱啊，食一个月才甲你摕1钱吼。好，咱继续讨论吼。这毋是讲一个银钱就有够额，不过是体贴啥物？迄个音无拄好吼。哦，送乡应该是送乡吼。体贴送乡的人，就是送乡是会问音啦吼。咱台湾较罕咧听人讲送乡，一般是讲散车吼，散车。啊，送乡是会问音较安尼讲吼。啊有诶讲散乡啦吼。这个我知吼，解做先好啊。若伤济人惊了毋敢来吼，惊甲你收伤济，你毋敢来读书吼，所以收1钱意思吼，所以我拄则讲1钱真正是收足少吼。所以先试看卖者吼。好，咱搁继续讨论。那我拄则读过，还是讲你听无，还是迄个书你有疑问，还是想要搁深入了解吼，拢会当甲我拍电话，咱会去查书店吼。我理解，我会当甲你解说吼，毋知来查书店。到后来，若总算就通知1月日着偌济伙食，正有够，5万人欢喜出9额吼。就是虽然甲你收1钱啦吼，但是我若希望讲你若有迄个才调，你若有迄个能力，我若希望你会当出9额吼。这句我搁读一遍吼。到后来若总算就通知1月日着偌济伙食，正有够吼。讲你若到后来你知影讲一个月差不多爱偌济钱吼，才有够吼。希望你会当出到9额安尼啦吼。若是出袂起的人，一年至少也着10个中等钱。我你看无即个词吼，叫做中等钱。咱来查一下啥物叫中等钱吼。等钱知影啦吼，中等钱啥物意思？无解清楚吼。这数理法出来这个有影真费气吼。TIONG 中 TANG 7吼。用 wildcard 吼。无啊。中等无即个词吗？敢无？真正无。中 wildcard。中等的意思无。中等钱。高一日中字，看是对一日中就是敢若这捧起来称悬，拢叫做中吼。胀啦吼，膨胀迄个胀吼，或者是饮水迄个胀吼，淹水迄个胀。另外就是中，就是中央迄个中吼。中等钱无即个词啊吼。我用找来去查一下吼。TIONG 第三声 ，TANG 第五声，无，完全无。你若
故意先进吼，你若知影是啥物意思会使麻烦你甲我解释一下。OK， 即段即句讲，若是出袂起诶人吼，一年至少也着10个中重钱，中重银，通做2摆交，通做2摆交吼，做2摆交就是分做2遍交啦吼，通做2摆交。顶半年着5个，下半年着5个吼，就是顶半年交5个钱吼，下半年交5个钱安尼吼，一年交10个钱吼。好，这是第一段，过来教会消息第二段，中即只吼，理论真迄个代志无啥物消息吼，毋知理论真发生啥物代志吼，咱看后壁继续看咧吼。伊讲这无啥物消息吼，咱搁继续看。7月初二，道台的委员甲凤山县有亲临要办事 ，OK， 咱看吼，7月初吼，所以即本是当时啊，还是吼袂记诶，教会公布即本是当时，我查一下吼，教会对，教会公布。公布第三期1885年当时我讲当时8月吼，即篇第三期就是8月出的吼。伊讲7月初呢，7月初呢哦，用即个初吼，长老教会吼，较早捌讲过啦，长老教会主要是用下门音为主吼，啊，伊下门音是江泉南吼，所以内底有写江音，有写泉音吼。因为我看新闻看到尾家己讲咱江泉南足严重诶吼。我本身是老泉腔啦，有时啊吼，看久才变成江泉南吼。7月初二，道台就是道台知无？道台吼。迄当阵是我无介清楚，迄10年光绪公司10年啦，公司10年，道台啥物人我嘛毋知吼。委员吼，甲凤山县吼有亲临要办事，也有带几若日吼。我是真有兴趣知影这啥物人哦，稍等我来查一下道台，迄当阵道台啥物人。道台，台湾。OK， 台湾道1727年到1885年吼，清朝在台湾212间最高官衙制吼，另外还有台湾府，以后才是正式清代行政区的。有官一道台，咱无。台湾道台。
一时仔查无吼，台湾倒台吼，毋知迄当阵是啥物人。台湾巡抚取代1885年台湾建省，但是因为福建甲台湾有相当密切行政体的关系，因此台湾省的正式名称依然是福建台湾省。免历台湾建省了后，台湾岛的边界依然伫个，所以持续驻扎伫台南。伫台湾巡抚取代台湾岛，正做台湾最高长官，原有之行政管理权转由台湾巡抚，只保留姓名案件的权益，就是讲自头到尾无讲着台湾倒台迄阵台湾倒台啥物人吼。屏蔽岛，这应该查会着啊，有啥物拢无吼，奇怪好。好，这是台湾倒台，甲伊讲台湾倒台。委员啊，当然毋是倒台本人啦吼，委员甲凤山县吼，凤山县毋知啥物人吼，凤山县就是南部凤山吼，毋是即嘛，毋是干那即嘛凤山啦吼，就是整个南部就是打狗啦吼，迄拢属归凤山县吼。凤山县有亲临要办事，无讲啥物事吼，也有带几若日吼，伫遮带几若日，因倒转来就讲。百姓有真歹款待因，吼，百姓有真歹款待因吼，对因无甲伊无好面腔啦吼，拢无要降服因，若无用兵去杀因，就袂用得吼，所以歹款待因毋是干那互面腔尔吼，其实是造反啦吼，所以即马要想要带兵去杀人哦。巴牧师的物有诶有行医，也有掠2人去拍伊，总是代志办了袂调得吼，代志办了袂调得，啥物意思？就是代志还袂办好啦吼。巴牧师是巴克勒吼，巴克勒牧师，对，巴克勒牧师吼，巴牧师的物有行医，也有掠2人去拍伊。伊这遮交代甲无清楚，所以咱毋知到底发生啥物代志吼。毋过大概我看出是李润珍吼，李润，我相信就是2轮啦吼，李润珍是伫倒呀？查一下吼。李润珍，伊第5轮，第7声轮吼，李润珍。李润乡是即马的云林县吼，所以李润是即马伫云林县北平遮吼，你若对云林还是住伫彰化遮吼，可能较知影即只吼，伫润背甲西螺吼中叫做李润吼。我毋捌去过吼，当然西螺是捌经过吼，虎尾西螺大概较知影，李润大概较毋知吼。好，李润珍有出啥物代志？叫做迄个另外代志算诚大条吼，台湾岛委员甲即个凤山县吼，讲要带兵去拍吼。好，咱继续甲读落吼。彰化县有一所在名嘉东仔，近伫西螺街二斗六两铺路吼，两铺路，这两铺路是偌长我嘛毋知啦吼，伊的单位叫做铺吼，两铺路。准年有传道理的人去带吼，准年啥物意思？准年就是前年啦吼。来查一下啊，甲你大字典，准 CHUN 第5声年第5声，袂使直接拍白话字，爱拍英文。
CHUN 第五声，年第五声，哦，閏年。啊，竟然无閏年。无个按错呢，閏对。我看找台语有无？啊？歹势我听。嘿，閏年吼。你若看，你若找台语大词典其实有收啦吼，但是我即马看伊是台语大词典是收閏年啊吼，所以爱佫加一个hyphen吼，爱相连吼，相连閏年吼。我嘛找无是啥物意思呢？你若看即个找台语吼，有收1931年台语新史书新史书内底有閏年吼，一般人口语拢讲閏年吼，閏年啊，伊无解做閏年台语1930年台语大词典吼，閏年有收吼，閏年CHUN吼，对啊，我就拢拍着啊。哦，伊就写吼，伊汉罗诶，汉字写前年吼，就是旧年诶前一年啦吼，叫做閏年吼。前年啦吼，前年你若台语袂晓讲，就是即马学起来吼，閏年。啊，旧年呢？旧年就旧年嘛，去年嘛吼。明年呢？末年、明年吼，拢会使。末年是阮诶 Q 卡啦吼，啊，会讲讲明年啊，阮是拢讲末年吼。好，好先煞早一个好啦，既然都已经早吼。明年应该有啦吼。我应该是用这早。MOA 第五声吼，末年开始吼，末年吼就是明年吼，放较大吼，末年吼，明年吼。啊，我要伊无写别种腔口吼，明年吼。哦，明年马年吼，东华腔叫马年吼。我敢若捌听人讲马年吼，较罕诶，较安尼听啦，马年较侪吼。后一年啦，就是明年啦吼。好，你遮讲閏年有传道理诶人去住吼，2年前啦吼，传道理诶人去遐住，去即个拄则讲即个啥物所在？彰化一个所在叫做嘉东啊吼。现时百兄伫遐，百兄现时百兄百伊敢若写一个百哩吼，毋知是倒一个百，四百吼。百兄伫遐，逐礼拜有30外人聚集吼，差不多有20人入教啦吼，就30外人20几个人已经入教，就是受洗礼啦吼，领洗礼。冬天时，斗六听道理歹势，斗六听道理诶人，若过来吼，合共有60人吼，就是寒天诶时阵，斗六个人会来即边听道理吼，来遮聚会吼。即所在伫彰化嘉义诶中央吼，彰化甲嘉义哪会中央？意思因为伊就伫遐云林，伊是彰化，但是应该是做活云林迄个所在吼，叫嘉东啦吼。因为云林斗六个人原来去遐聚会嘛吼，咱知嘛吼，云林县是伫咧彰化甲嘉义中央即个县份吼，即嘛啦吼，迄当阵有云林县无我嘛毋知吼。
因迄当阵是伊讲是彰化甲即个嘉义的中间即个所在，个即个家当啊啥吼。到这印无清楚，我搁一时仔搁看袂出来吼。投落啦吼，投落是嘉义县的吼，所以你看迄当阵的投落算嘉义县吼。而嘉义省吼，伊个印无清楚，我就毋知影读啊吼。嘉义省。啊 ？KOAN。哦，这是嘉义县啦吼，即嘛是嘉义城，这是 SIAN 第5声啦。因为我看这第3声嘛。对，伊是 SIAN， 但是是一个无啊吼，声啦。我看这是一拖，就是左上右下叫做一拖吼，嘉义城。但是伊毋是一拖吼，伊是其实一顶头一顶无啊吼，嘉义城。好，伊讲即个家当仔离嘉义城四浦路吼，即所在也有听道理的人吼，从中3个有入教吼，就秋天时有雨水阻挡哦，秋天时就雨阻挡吼，就袂当来家当仔礼拜，所以有创一个自治的所在伫斗六，斗六原来有教会就对啦吼。大蚵放假吼，大蚵放假时，放假就是即嘛人袂安尼讲啊吼，放假就是放假吼。放假，其实是假啦吼，就是迄个是讲放假啦吼，伊个字应该是爱读第3声，但即嘛逐个拢读第2声较侪吼，放假吼，其实放假吼。大蚵放假时有一个学生名文进，伊名叫文进，去遐过2个礼拜，算因的人额。一礼拜35人，一礼拜38人，什么意思？一礼拜35人，一礼拜38人吼。你着你报讲即个教会聚会人数啦，人囝吼，这无介重啊，读过就好啊吼。一礼拜收400外吼，奉献啦，收400外。吼，拄则讲一本圣经差200银吼，400外两本圣经物件吼。遐个人家己捡钱买椅桌甲逐项的家私吼。遐个人家己捡钱吼，捡钱毋是涂骹捡钱吼，是逐个捡钱吼，捡我来 collect money 吼，叫做捡钱吼。买椅桌甲逐项的家私吼，家私就是一寡包括家具啦吼，一寡要用的物件吼。爱有传道的人去带因遐，即所在是报社吼，罗湖的路站。这是你写啥我来看无？即所在是报社罗湖的路站。我查一下啥物叫报社。POU 第1声写 SIA 第7声吼，无即个字 POO 咧，出台语讲咩？报社。无，报社是你讲啥？社一般都是讲番社啦吼，这是应该是走袂去啦。但是报社罗湖的路站，我相信遮这府应该是讲台湾府啦吼，就是对报社要落台湾府。
的路站吼。这无介重要，咱就读过好吼。10:24吼，我毋知即段读会煞袂吼。来，嘉义出海口三铺半路有一庄名牛蛋湾吼，歹势，牛蛋湾吼，伫咧嘉义出海口的所在叫牛蛋湾，搁一庄名新庄。我即摆读即个教会历史的时阵吼，因会讲一寡地名吼，一寡地名拢是原在迄个所在发音的地名吼。你若去查地图，甚至你即摆伫 Google Map 看会到吼，因为 Google Map 伊甲一寡无行政地位的一个在地地名，伊拢会甲飘出来吼。所以你要真正认捌一个所在，你对迄个地名啥吼，有一个概念吼。大我就有一寡概念就差不多。牛蛋湾搁一庄名叫做新庄，即两庄呢，现时的人行无道理。牛蛋湾礼拜日有20外人聚集，即个代志是对今年4月才起。OK， 大学的学生红溪游行圣旗，去遐过一礼拜吼，就是因迄当阵大学的学生会去，等于敢若去实习啦吼，会去一寡教会去实习安尼吼。因遮应该是台南神学院，我咧用吼，看见遐的人真爱听道理，有人已经烧因的偶像吼，甲偶像烧掉吼。近来甘牧师要去，这应该是甘伟林牧师啦吼。甘牧师要去嘉义，近来甘牧师要去嘉义，听见学生的消息，所以对遐去吼，就是听人讲遐有20几个人吼信道理所以因为伫遐咧组织，所以甘牧师就我对遐去看一下吼，去拜访一下。嘉义出海口所在牛蛋湾吼。我来查一下嘉义出海口牛蛋湾是啥物所在。我都爱用汉字做吼。牛蛋湾，牛蛋湾。嘉义，OK，牛蛋湾吼，即马的地名叫做牛挑湾吼，汉字华语是安尼念吼。台语其实毋是牛挑，是牛担吼，牛担。你若要担物件迄个担吼，叫冰担吼，牛担湾吼。但是我嘛毋知为虾米就变汉字变做牛挑吼，牛挑湾，所以我用牛挑湾来查一下即个所在吼。嘉义牛担湾其实是读湾啦吼。牛担湾庄吼是嘉义朴子市的一个传统地理名称吼，伫咧嘉义市的东南部。我可能会当 Google Map 先看一下。Google Maps。
哦，你看即个，这是伊咧理想着吼，叫啥 ？Google Maps 哦，伊甲即个牛打湾即地名又佮飘出来吼，伫遮吼，甲去破注南平即遮吼。其实离海佫一撮仔路吼，东石遮有渔港，我较早有时会去遮行行看看吼。步道遮我拢会去，牛打湾伫遮。哦 ，OK， 大家知影一个所在伫倒位啦吼，牛打湾。讲甘木斯会去遐看吼，好，咱继续讨论吼。近来甘木斯要去嘉义听见学生的消息，所以对遐去，也叫洪溪兄甲伊去。到位看见人真实爱听道理，就不知欢喜，感谢上帝。伫遐住一暝，自即礼拜有100外人来听，袂少安尼吼，100外人来听道理吼。就留洪溪兄过2个礼拜日，通教人捌道理，煞读诗甲圣册吼，就是甲即个实习的大学生啦吼，甲留伫遐教圣经吼。好，上尾一段读一下吼。此第1、第2、第3章的教会报所记载的消息，拢是阮伫府城记的。当请逐位的兄弟，无论台湾还是长山，吼，你看迄当阵毋是叫做大陆吼，叫做长山吼。一直到我细汉的时阵，我嘛毋捌听人讲大陆，拢讲是讲长山，我讲迄长山来的吼，还是讲无好人因亲戚住伫长山吼。所以为虾米讲较早阮若讲外省的吼，阮毋是讲阿拉啊，阮拢讲阿山啊，迄是等于歹听话啦吼。较无客气讲法啦，阿山啊吼，就是意思就是对长山来的人吼叫阿山。即马因为逐个都大陆了，就叫阿拉啊，其实是就是简单讲啦，就是国民党教出来的讲法啦，逐个拢讲惯势啊吼。若有啥物消息着寄来互阮印吼，通通知证人吼。这读过就好啦，这无啥物好解说吼。就是教会消息吼，教会消息吼，我最爱读这个，主要是会当知影讲迄当阵伫咧台湾各地方啥物代志吼。好，10:32，咱今仔日到遮，敢有啥物问题，还是有人要讲2句啊？要开讲的拢会使。我看觅，咱有，OK。家长要起来，对无？今仔日嘛是搁找出一朋友来。安尼吼，好，感谢。当然这第一点，这是这白话字吼，大家较要看较辛苦一丝啦吼。第二点，大家有人听了教会公布就无兴趣去吼。其实教会公布内底足侪台湾书吼，当然佫足侪台语内底足趣味的一寡用词、一寡用语吼，是咱即马已经足罕会听着吼。但是迄毋是讲你袂当用吼，绝对会当捡转来用吼。当然人讲毋捌听无，是你甲解说一下，伊就知影，讲一遍伊就会晓吼。像之前讲棍刀，我甲即马一直记到即马，棍刀就是富棍的意思吼。棍刀对。我颠倒感觉迄个字较好用。嘿啊。棍刀。对。好，安尼若无今仔日今仔拜4嘛吼，我拜5的时阵拢有课，所以我拜5无法度，明仔载就无法度通读啊吼。所以咱要读就变成可能爱台湾的拜1或者是拜2吼，无一定啦，因为我迄当阵有时拢有课啦，我再去另外通知安尼吼。好，安尼今仔日到遮，好，感谢各位来开房。好。